大家好，我係 Ellie， 今日嚟到天賦海灣盈悅，想同大家參觀一個實用面積1477尺嘅3房2套單位。咁我而家咧就喺單位嘅位置啦。咁呢度咧就係大門，一入嚟可以見到就非常大嘅大門啊，係兩邊大門啦。另外左手邊做晒一個並排嘅飾物櫃。咁呢邊左右兩邊咧都係業主花咗非常之多嘅心思咧，做晒特色牆啦，同埋左右兩邊嘅儲物櫃嘅。咁我哋呢個客飯廳位置咧，就大約有10米乘以4.4米嘅空間，非常之夠啊！一入到嚟個空間感咧係非常之充足嘅，而且咧仲做咗一啲天花啦、無主燈嘅效果，咁啊非常之溫馨。而呢一邊咧望出去落地玻璃窗咧望翻出去咧係一個向南嘅一個望翻山景為主嘅，亦都可以望到吐露港嘅一個景觀啦。好啦，喺飯廳旁邊，我哋望下呢一個廚房先。呢個廚房做咗雙邊嘅工作台面嘅，亦都可以做翻個水晶玻璃廚啦，分隔翻。咁就如果譬如煮嘢食嘅時候咧，就可以分隔翻啲油煙啦。咁另外配備咗一啲基本嘅爐具，而旁邊咧就有個工作露台嘅位置，而呢個工作露台仲可以望到海景啊。好啦，旁邊呢度咧就會係工人套房嘅部分嚟嘅。咁原則本身4房，咁業主咧就改咗其中主人房嗰度咧，就做咗一個大嘅一房啦。我哋首先望下呢一間嘅套房先。呢一間套房咧，相對空間感都係非常之充足嘅。咁呢邊就做翻一個木系嘅一個色調嘅裝修啦，擺咗雙人床之後，3邊落床，仲可以做埋一啲並排嘅衣櫃。旁邊呢度就會係浴室嘅位置，咁呢個浴室咧就做咗乾濕分離，又有浴缸啦，又有淋浴間啦，另外仲有一個大嘅櫃添。咁呢邊咧就係望晒向南嘅一個景觀。好啦，旁邊呢度咧就會另外2間房啦。咁喺隱形門趟翻出嚟，呢度就會有一個客廁嘅位置嘅。咁呢個客廁係有一個窗嘅，咁係明廁啦，做咗個淋浴間嘅設計。好啦，睇埋第2間房間先。咁呢間房間就唔係好大，不過咧同樣都可以其實擺單人床、雙人床都 OK 冇問題嘅。另外喺門口旁邊兩旁咧都做咗一個書櫃同埋一個收納嘅衣櫃嘅。好啦，最後望埋個主人房先。主人房做咗少少間隔改動嘅，打通咗埋另外一間睡房嘅。咁呢度就可以做一個化妝台啊、書台嘅部分啦，亦都做咗一個收納櫃嘅。呢邊主人房咧，兩邊嘅窗。咁就擺咗雙人床之後，3邊可以落床，做晒特色牆身嘅。而喺玻璃門入去呢一度就係主人房個浴室，咁都係一個明廁嚟嘅，做咗個淋浴間設計。唔知你哋點睇呢個天賦海灣2期盈悅嘅單位呢？呢一個單位咧就做咗一啲輕裝修啦，而且咧佢哋每一個角落咧都好多窗，個採光度都好充足，而且呢邊咧係坐北向南嘅。咁如果你哋都對盈悅嘅單位咧有興趣想諮詢，可以隨時聯絡我 Ellie 啊，拜拜。